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我哋係大家嘅主持高立同埋未塵。Hello，咁我哋係一個專門講廣東歌嘅頻道，同大家吹下水，講下廣東歌嘅。嗱，咁最近大家最關心、最注意嘅樂壇新聞呢，相信都係 MIRROR 成員喺最近嘅訪問裏邊講過。因為出年1月1號呢，就另有工作在身，所以就冇辦法出席商台嘅年度盛事啊，叱咤頒獎禮啦。咁坊間隨即都有唔少多角度嘅討論喎。而我哋今次咧就想講下自己嘅一啲觀察同埋諗法。好多人都認為啦，MIRROR 唔出席叱咤咧，就代表佢哋唔會喺叱咤頒獎禮咧係攞獎㗎。咁呢個咧其實係好考驗呢一個商台負責人嗰個智慧嘅。點樣講咧？因為如果 MIRROR 嘅 fans 繼續投票支持偶像，究竟商台係咪夠大方繼續頒獎俾唔肯出席嘅鏡仔咧？咁大家諗翻喎，其實咧當年商台嘅叱咤頒獎禮啱啱開始嘅時候啊，其中一個賣點就係要打破咧業界一向以嚟唔出席就冇獎項嘅慣例嘅。咁例如咧，即係頭兩屆啦，1988同埋1989年，商台都將呢個叱咤男歌手嘅銀獎咧頒咗俾一個譚詠麟嘅，但係嗰陣時譚詠麟已經講咗話唔攞獎㗎啦。又好似90年代初啦，咁商台係多次咧頒個叱咤男歌手嘅銀獎咧係俾劉德華嘅。咁而劉德華咧都係好多次都係缺席㗎。咁當時商台咁樣做就希望做到絕對公平，係唔係出席唔會影響到得獎嘅成績。呢個情況咧有啲似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因為早幾年咧好多入圍者咧都係冇出席嘅，但係照樣可以攞獎㗎。我記得有一年咧，甚至係男女主角咧都係冇上台攞獎㗎。咁啊，金像獎嘅規定咧好簡單嘅啫，就係當年上畫嘅香港即係港產片啦，就會自動入圍㗎啦。你冇得話我唔選㗎。咁即使咧即係給19歲的我啦，話過退出㗎。咁但係結果咧照樣頒獎俾呢套戲㗎。咁我個人覺得咧咁樣做係比較公平嘅，因為真正咧可以選出咧當年最好嘅作品。咁如果今年叱咤真係因為鏡仔唔出席，就將佢哋嘅獎項抽起嘅話咧，咁相信咧都會對叱咤嘅公信力咧係有影響㗎。因為其實近年咧叱咤嘅光環都逐漸減少㗎啦。坊間咧越嚟越多聲音咧係質疑叱咤嘅結果嘅，所以商台真係要好小心處理呢件事情嘅。其實講到話商台點樣處理或者應變今次嘅呢件事呢，其實有辦法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商台不妨邀請 MIRROR 預早拍定啲致謝片啦，咁包括係最早啊、最男啊、最歌嘅致謝片都得㗎。嗱，呢個安排其實有啲類似 Wyman 黃偉文佢拎叱咤樂壇填詞人大獎時嘅做法㗎。嗱，今年嘅 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都試過請入圍嘅單位預先錄定個得獎感受嘅喎。嗱，雖然最後得獎者喺台上面咧就變咗表演默劇咁樣樣，即係引嚟外間啲取笑啦嚇。好啦，當叱咤個台上面播完得獎者嘅感言之後，同門嘅 caller 咪可以上台代 MIRROR 領獎咯。嗱，第二個方法啦就係，如果 MIRROR 喺出年嘅1月1號真係好似外界所講咁，喺澳門係有演出嘅話，完咗演出之後，時間上係咪許可佢哋趕翻去亞博攞獎呢？嗱，其實以前都曾經有歌手同埋組合咧喺完咗演唱會之後趕去叱咤嗰度攞獎嘅一個例子嘅。喺 MIRROR 缺席叱咤之下啦，如果鏡粉啦、姜糖啦同埋神徒佢哋入場嘅人數減少咗咧，主要會影響到現場投票我最喜愛嘅歌曲呢個賽果啦。咁坊間都有人估計，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嘅話咧，咁湯令山嘅 Gareth T 咧就好可能將會憑住大熱作品用背脊唱情歌咧就攞到呢一個獎項啦。不過一切都言之尚早嘅，如果鏡粉啊、姜糖啊、神徒佢哋依然好熱烈咁入場去支持自己嘅偶像嘅話，咁樣咧就可能係另外一種情況會出現喎。我覺得咧姜糖咧一定會入場投票嘅，因為姜濤今年攞埋最歌嘅話咧，佢就係第6次，而且係連續6次攞最歌。之前咧佢嘅成績係同張學友、陳奕迅一樣，係攞過5次，而姜濤攞埋呢次咧，佢就會破紀錄㗎啦。個人就覺得咧嚇，今次事件咧係凸顯咗電台同埋唱片公司之間嘅商業利益衝突嘅。因為1月1號咧始終係一個重要嘅檔期。以前咧市道好嘅時候，唱片公司就不妨俾電台一個順水人情啦。咁但係而家揾食艱難啊，咁要歌手為咗電台嘅收益而犧牲咗一個重要嘅賺錢日子咧，係其實已經有少少講唔過去㗎啦。咁如果唱片公司犧牲咗之後，頒獎禮成績即係仲係未如理想嘅話咧，
咁我相信唱片公司有微言甚至唔肯出席咧，都唔係奇怪㗎。咁既然業界同埋電台都係坐埋一條船啦，咁商台係咪應該為唱片公司諗下，唔好霸住最重要嘅檔期呢？咁我個人嘅建議就係話，商台其實長遠嚟講可以考慮將叱咤呢個頒獎禮咧改後少少，總之就喺1月之內去舉行。嗱，呢個安排咧對歌手嚟講咧就可以俾佢哋有機會做下跨年 show 賺錢啦嚇。咁特別喺而家市道即係比較疲弱嘅情況之下，好啦，當歌手做完跨年 show 之後，就可以爭取有少少時間去休息，即係回翻個狀態，先至出席叱咤頒獎禮，甚至乎攞到獎可以上台唱 live。其實因為佢狀態好翻少少啦嘛，咁某程度上都可以減低即係現場唱 live 失準嗰個機會咯。咁至於對商台嚟講咧，喺1月裏邊舉行叱咤頒獎禮，其實都仲係保持到個傳統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嘅頒獎禮仲係聲稱或者號稱啦，係全年首張樂壇嘅成績表。咁呢個傳統又保留到，歌手又可以有個最佳狀態出席，咁其實大家都係雙贏咯。我話咧就不如1月第一個星期六，咁因為星期六有咩好處啊？第二日星期日啊嘛，咁觀眾睇得夜都唔使擔心啊嘛。好啦，講完叱咤啦，咁我講下另一個頒獎禮啦。因為近期咧另一個頒獎禮都係值得一講嘅，就係 KASS 主辦嘅金帆獎，啱啱公布咗提名名單啦。咁呢個獎項咧，由於冇電台嘅商業利益考慮啦，而且主要嘅獎項咧都唔係 fans 投票，而係業界投票嘅，咁應該可以反映到專業意見嘅。甚至我曾經一度期望啦，佢可以成為香港嘅金曲獎，或者係歌曲界入邊嘅金像獎嘅。咁但係好可惜啦KASS 嘅處理手法咧就其實幾業餘嘅。我而家都係要上網揾個提名咧，都係揾得好辛苦嘅。咁呢方面咧真係佢哋要好好咁向香港電影金像獎學習一下啦。咁另外一點都係同鏡仔有關嘅喎，就係咧今年咧 Stanley 嘅歌曲測方咧係入圍咗歌曲獎5強嘅。咁好多網民咧反應就好激烈啦。佢哋話咧呢首歌咧喺流行榜嘅成績都一般嘅喎，咁點解可以有提名㗎？咁但係其實大家諗下喎，今次選嘅係最佳歌曲，唔係最受歡迎歌曲喎。咁就好似今年嘅台灣金曲獎，其實佢嗰啲得獎作品咧一樣，好多歌迷係話過未聽過㗎。咁呢個情況其實就有啲似 Chill Club 個頒獎禮啦，佢哋有專業評審去揀個獎項啦，就唔一定係最 hit 嘅歌會贏嘅噃。係啦，咁但係你睇翻呢個情況就係而家反映咗喺互聯網嘅時代咧，啲網民對啲專業評審嘅睇法咧，真係未必會照單全收㗎。而專業評審究竟係應該跟隨大眾口味啊，就係覺得應該用我哋專業嘅眼光去帶領啲聽眾嘅口味咧？但係如果只係跟隨大眾嘅口味，咁不如由觀眾投票咪算咯，甚至淨係計算銷量啦，點播次數都得㗎。咁點解要用評審啫？嗱，呢啲係我哋嘅睇法啫。如果大家係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當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多謝大家。